最后，我们介绍阅读测验的得分策略。阅读测验的题型只有一种，就是阅读理解。它的考试题型比较类似填空题，以句子的理解为主，而不是篇章理解。我们要根据题目的指示，选出比较符合题目意思的答案，或是最适合填回题目空格的文字。试题句子以生活情境为主，我们要思考题目所提供的线索，以填入正确的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或是连接词。如果无法直接判断时，我们就将选项尝试性的放入空格后，念念看是否通顺，或是跟前后文的文意是否连结合理，最后再选出合适的答案。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几个题库里的范例。